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雅民谷刘浩明。讲到意大利是一个他感人过好去老了的地方，因为意大利唔单止风景贵强嘛，有几多几好吃的美食。你今日有请到嘅来宾咯，係意大利的客家妹嘅陶平喜，而有請伊來到我哋嘅現場，我哋請伊來同我哋分享意大利的米蘭有乜好老了嘅，同時有乜嘅好吃的。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陶平喜來到現場。平喜你好，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陶品熙，我是屏东内埔客家人。你埔其實係一個客家莊，那你自己對於客家莊這一部分還有什麼樣子的印象嗎？小時候的印象？其實我對於客家莊就是一個非常愜意的一個印象，因為我記得小時候我們暑假的時候都會回屏東嘛，那回屏東的時候呢，爸爸就常常騎着機車帶着我們去四處逛逛，然後像四溝水啊，就是我常常去玩水的地方，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然後我也記得阿公有一次騎着車帶着我們在水溝旁邊找到一窩小狗，然後那時候阿公就說好，那我們帶一隻小狗回去，我們就偷帶了一隻小狗，結果到了家裡，阿婆就發現以後就非常生氣，所以立刻請我把小狗帶回去，因為家裡不能再養。所以當時我就跟阿公說，那我們講好這個是我們的秘密，我們每一天都騎着車去餵小狗。然後那一段暑假就在每一天都跟阿公騎着車說我們要去買菜咯，其實我們都去餵小狗的，這樣整個過程中這樣度過。所以一直到我現在長大，我都還記得那段，因為在台北那種非常繁忙的那種腳步很快的這種生活中，是沒有辦法享受到那種每一刻當下活在當下那種慢活的生活。那客家莊給我的印象就是一個非常的讓人能夠體驗到當下的一個這個感受。嗰時候你談好了等於如講，其實嘅時間，即個爸爸我帶你去我哋呢4-9歲啊，9歲老了嘛，同時人家阿公看好了會想，但是我想要請問的是說，到底阿婆最後知不知道你們每天去餵狗啊？我覺得他其實偷偷的應該是知道，所以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阿公居然這麼每一天都說我要去買菜，我覺得阿婆應該心裡是知道的。就是每一天去買菜，但是從來沒有把菜帶回來過。就可能買個在回路上的時候買1-2個小黃瓜這樣澆菜。不是，我相信其實是這樣的。其實幾多話阿婆攏因為講啊，算了啦，反正帶頓筍嘅出去啊，我都唔想去搭小去做下事情。雖然講啊，就講唔去買菜啦，可能帶筍嘅出去壓給壓，但是至少那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算是祖孫的一個活動。是的。那我知道說，其實你後來有去學母語嘛？因為其實你那個年代已經開始有母語教學了。那你那個時候有選客語當成你是你的母語嗎？有，當時候我還記得，因為我當時候在北部上小學，那全校只有4位。因為當時我選的時候，大部分的同學選閩南語，因為大部分還是北部說閩南語的機會比較多。那我是覺得說母親既然有這樣的客家血統，所以我想說試試看。然後我也覺得對於我在屏東的回憶，每一次暑假回去，我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回憶。我覺得那我想要更了解這個文化，所以當時我是選了客語作為母語。那當時候雖然只有4位，但是老師非常的認真，然後也非常的盡心，然後每個教我們唱各種的客家歌。然後當時候我還有去比賽，我記得，然後比賽最後的成績我忘記，但我記得我有得名。然後當時是有一個這個指定曲是客家本色，然後自選曲我選了八公八婆。八公八婆，八公八婆，對，就是那個那個模子給，對，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回憶，對。那個時候你在歌唱比賽的時候是完全由那個你的母語老師來上課嗎？還是說其實回去的時候，因為你媽媽也是客家人嘛，可是會不會就是說媽媽也會教你？那是當然的，我記得每天晚上吃完飯以後，就是站在客廳前面，然後一起大家都聽着我唱，然後只要有地方沒有好的地方，講話不夠的，就是不夠標準的地方，媽媽就說這是怎麼樣，對，所以是其實因為有媽媽在，也是算是吃香啦，所以之後有得名也是感謝媽媽。所以說，因為我知道說，其實你後來到了意大利去留學嘛，那我在想說，去意大利留學是不是也有一個對於意大利的一個很好的回憶，你才會選擇說，去意大利這個地方留學？因為一般來說，我們通常在整個的求學過程裡面，其實學到的是英文，所以說我們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比較方便的就會到英美，因為我們學英文比較久。可是你後來就選擇了意大利，是不是也在意大利有個很好的一個開始？
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我1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全家一起去欧洲旅游，那我们第一站就是意大利，然后那个时候是在罗马。Fontana di Trevi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喷泉，对，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妈妈，因为我们很累了嘛，我们去洗手间，回来的时候我们还特别叮嘱家人说，帮我们看好东西。回来之后就发现东西不见了，所以我们就当时的意思是说，天啊，我们被偷了。然后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就看到一个男的，就是他带着我们的包包，远远的就看到。我们当时想说啊，我们抓到小偷，所以当时我们就是非常的，大家都是很激动，然后我就大喊大叫，然后我弟弟就是讲说去抢过来嘛。就是那个小偷，他就一直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但我们听不懂，因为那是讲意大利语。后来一直到隔壁餐馆的有一个打工的一个姐姐，她就过来翻译，她说哦，其实他是便衣警察，那真正的小偷呢已经抓到了在那边。然后那时候我们转过去看，才发现啊，其实那边已经有小偷被抓到了。那之所以没有办法把包包还给我们，是因为它是证物，我们要去警察局做 denuncia， 就是那个笔录，他才会还给我们。对。那后来回台湾以后，这个经历因为我觉得算是一个很惊险又很有趣的经历嘛，我就常常会回想。然后当时候申请学校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考虑英美国家。那个时候就不知道阴错阳差之下，就有一个米兰的学校，他就发了一个奖学金给我，那刚好是我的科系 Fashion Marketing。然后我觉得那很好，我觉得这是个命中注定。所以虽然一句意大利都不会，我觉得那还是去吧，试试看这样子。可是这个命中注定有一点怪吧？因为其实你照理说你在这样子的感觉是，其实你对意大利的感觉是不好的，因为那边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其实他讲如果意大利的蛮能讲扒手鬼懂，我告诉你这个嘛赌多我呀，但中文我英语讲命中注定的，这里讲我在鼓励我一定不要再去意大利，为什么会觉得那是个命中注定呢？因为就像你说的对，的确治安很差。可是，在治安很差的同时，我那时候在旅游的时候，我也发现意大利的好，就是你要去欣赏它的好，就是它的古迹，就是他们对于文化的保存，对于古迹的维护，然后以及他们对他们自己手工艺的那种，他们是非常感到骄傲的。那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在台湾是比较缺少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念时尚算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产业，但是实际上它的根基是来自于艺术。那意大利的艺术它是非常的深厚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值得学习。为什么他们说米兰是时尚之都？因为米兰它就是孕育着很多艺术大师、时尚大师的一个产地嘛。那艺术都是这样子，它会不断的去在靠的时代，不断的去衍生，不断的去进化，不断的去吸收，但它同时也是回顾着过去，站在我们说伟人的肩膀上，对吧？文艺复兴时期这么多漂亮的艺术品，这么多漂亮的伟人的创作，它都是一个时尚的一个来源，它也都是一个时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它的一个灵感发想的一个来源。所以我相信在米兰，在巴黎，你就想嘛，法国也是嘛，所以他们能够为什么不断的能够一直在时尚业走到尖端，那也是因为来自于他们的非常浓厚的这一个艺术的发展。对，所以当时我是看上这一点，而且我发现他们非常愿意的去牺牲自己的方便，然后呢，为了去保护古迹，你就以罗马为例，他们几乎整个城市都是徒步区。那个汽车是没有办法开进来的，因为为了不去破坏到古迹嘛。那你说上班方不方便？很麻烦。我在罗马朋友上班花2个小时单程，可是他说愿不愿意？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搬去别的城市？他说你觉得每一天起来就在罗马，我就觉得人生好快乐。这就是他们的意大利人一种浪漫。对，就是觉得我为了愿意去维护这样子的我的历史、我的艺术、我们的意大利的民族的性都是这样子的。但这个我意大利留学的时间，你那个时候去意大利留学的时候，是不是你已经有学过意大利文了呢？其实并没有，因为都是非常基础的。那我是到了当地以后，我有大概学了3个月，很短，所以只会打招呼，就是ciao，然后就 buongiorno 就可以，大概只有这样子。所以说你还没有学会意大利文就决定去念书，对，那你怎么不会怕说你根本到时候你跟不上学业这部分呢？因为其实当下也是蛮天真的啦，我觉得说年轻嘛，应该都再学就可以了嘛。那也是因为我硕士是英语授课，
对，所以我也算是说还好。那当时候其实我真正学意语的时间是在整个硕士过程中，因为那时候老师就有说，哦，一定规定每一组分组都要有一个非裔籍的学生。那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朋友都是意大利人，然后他们每次都说，平时你跟我一组，所以他们就可以跟老师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外国人哦，对，然后但是讨论一开始大家都说英文嘛，到久了以后3个意大利人跟1个外国人，到最后一定都是用意大利文讨论嘛，所以我就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直听，然后就一直练习。那当然之间也有发生过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当时候去买菜的时候，然后我去结账，然后那个店员就问我说 "Saccheto"， 我想说他一定要推销我什么，我说 "No"， 他说 "OK"， 然后他就看我 "Saccheto"。No， 他总共前后问了我3次，我想说他到底要推销我什么，一直问我。后来一直到结完账以后，我想说，他怎么没有给我袋子？我就用英文说，我可以有个袋子吗？他就一副那种，我刚不是问你了吗？因为我才知道哦 ，saccheto 是袋子，因为我不知道嘛。你不知道啊？对。然后呢，他就一副那种，天啊，我真的受不了你。所以就是第一这个，然后第二个最好笑的是在我硕士期间，那个时候我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我要去药局，然后我怕我买错药，所以我就特别问我的朋友说，想说请教一下意大利朋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买什么药嘛？那他说，那你可以形容一下你的就是身体上哪些方面吗？我就想了又想，这到底要怎么讲呢？所以我就说，ho fatto la cacca come l'acqua， 意思就是说我的大便像水一样。然后他们就笑到不行，我想说啊，对，这个很像小孩子的说法，因为当下我没有办法讲腹泻的情况是如何形容，所以我就用最简单的意大利语，然后去讲述我要的过程，然后当然是非常的好笑，很爆笑，可是这都是成为一个我们很好的回忆，一直到现在，我的意大利朋友还用这个事情取笑我。唔错，因为其实像一般人来讲法，各种你某好多给某个腹泻这样的名字，我当然就只能够形容我当时的状况嘛哈。可是伊啲意大利法律唔可以讲啊，人哋平時去到意大利以後嘛發生了幾多個神奇事情。但是雖然講伊係唔可以講啊，意大利文，但是伊啲客家母嘅嘛表現出伊自家佢硬講嘅部分，伊嘛係慢慢嚟睇意大利學冇嘅意大利文。啊，另外嗰度個精彩故事哦，首先喺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內埔阿健啊，喺咧睇意大利嘅圖片戲來同我哋現場同人分享過，當初做乜嘅戲，我哋意大利去讀書。我想請問一下，那因為途中有講到講，因為去意大利讀書嘛，嗰時候能去學意大利文，咁係咪教我哋的觀眾朋友教我們的觀眾朋友幾句簡單的意大利的一個問候語好嗎？可以啊，沒問題。那在意大利，只要有日出的時候，就是太陽還在的時候，我們都可以說 buongiorno， 就是早安。可是其實到下午，因為其實現在夏季時間嘛，到下午的時候，其實太陽還在，你都還可以說 buongiorno， 早安。那到晚上的時候，太陽下山以後，就是 buonasera。哦 ，buonasera。那怎麼去分呢？有看到有太陽的話，就是另外一個。沒有看到太陽是另外一個，應該是說，其實我覺得5點以前都可以叫 buongiorno，然後5點之後你就可以講 buonasera，一直到晚上，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都可以。對 buonasera，然後如果你要跟人家說你要去睡覺了，你要說晚安的話，那是 buonanotte。OK， 那是特別，就是說哦，我要去睡覺，我要去休息了。那當然還有意大利的萬用，就是 ciao 就是最簡單的。但 ciao 的話，就是最好是平輩之間，或是你認識的人。因為如果你到商店以後，如果你跟一個服務員你說 ciao，他會覺得說，這個人好像有點不太禮貌。但當然也可以，或者是裝熟，對，當然也可以啦，就是年輕人的時候都可以。對長者可能不太方便。謝謝怎麼講 ？Grazie。哦 ，grazie， 就是所以說這個也沒有分平輩或者是長輩。沒有，大概這就是只有說 buonasera 或是 buongiorno，這是比較正式的用法。對朋友你就不用講 buongiorno，你就可以直接說 ciao。
这样就可以了。OK， 嗰時等於講，剛剛我哋去意大利搞嘅時間，可能可以注意一下，講一些當地的文狀，可能對我哋來講，幫我哋去買東西啦，冇聽人去搞皮嘅時間，會夠吃一樣。剛這部分有講到，就是因為還有包括我哋的意大利通我哋的碩士嘛，我說是fashion marketing， 這係一定用嘅一啲課程嘅內容咯，是不是一個跟我們觀眾朋友說明一下，說 fashion marketing 它本身學的是什麼？它就是一个时尚的一个行销嘛，就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产业都需要行销。那时尚的话，因为我本身是念服装设计，所以我对服装设计已经是有一定的了解，只是要怎么样去让服装品牌能够去行销出去，那这个很重要。那你也要，因为意大利米兰，它很多的大品牌的总部都在那个米兰，所以当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间是做很多 collaborazione， 就是合作。我们有跟 Prada， 有跟 Moncler， 有跟很多的大牌子做合作，然后去听他们是如何设计师做出一个牌子，做出一个商品以后，那怎么样去用最好的方式卖给消费者，要用怎么样的行销的手法，因为现在其实消费者意识越来越抬头嘛，那不是说大品牌他们就一定会盲目的去跟随，他们会在乎啊有没有 eco friendly 啊，有没有这个环保材质啊，那有没有去符合现在新的年轻人的口味啊这些的，所以行销就变得是一个非后期品牌能不能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段，所以这就是一个行销。品牌不是只说设计的好看就好了，而是行销也是非常的重要。对。咁咱呢，以你這個本來入行來的呢，我們講算是這相關的一個科系嘛。那這樣子，你畢業之後有沒有在意大利找到工作呢？有，我一開始在 showroom。畢業的時候，因為呢，你要知道，意大利大牌子很多，那同時小牌子也非常的多。那很多個人工作室啊，或是小品牌，它並沒有那樣的資金能夠到國外去有它的直營的門市，所以他們必須透過 showroom 去找到 buyer， 買到買家。那當時候我這個工作的 showroom， 它主要是有各種的從小童裝一直到成人都有。那我是負責童裝，因為他們看上的是亞洲市場少子化，然後父母越來越願意為孩子購買高定價的一些童裝，而且他們很多都是 made in Italy， 所有的牌子我們之前代理都是 made in Italy 的，所以很多都是那種手工精緻的那種童裝。那當時候我主要的負責市場有中國、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對，那其實是有一段時間我是有在這個fashion 的這個 industry 裡面工作過。所以說那個時候你本身會中文、英文、意大利文這部分，其實對於工作上來說，算是就是會比較吃香嘛。我覺得會意大利語在意大利的，你如果要留在意大利工作的話，會意大利語它是一個基本。那當時其實我工作的時候，我是比較常用英文，我的意大利語當時候還沒有到那麼的好，所以我在邊工作的同時，我在1年的時候，我就告訴我自己，給1年的時間，一定要考到至少 B2 的一個 certificate。所以那時候我是有考到，邊工作，然後下班以後呢，我就去進修。那1年內我是有考到 B2。那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意大利的那個語言分級，它是從 A1 一直到 C2。那 A1、A2 是非常的初階的一個程度，那 C1、C2 已經到非常高階 ，C2 已經是母語程度的等級，那 C1 就是高階程度。那 B1、B2 的話就算是中高階 ，B2 的是中高階。那 B1 的話就是以我們現在目前意大利，如果你要去申請公民的話，你是需要考過 B1 的一個語文檢定考的。對，那之後我考過以後，當然我現在到目前為止，我不斷在進修，是有達到更高階的程度。對，那只是當時候1年內我是考到了 B2。其實算啦，其實差不多，因為疫情呢，因為疫情的關係嘛。那疫情對你哋來講有影響嗎？有，因為疫情的時候，我剛剛說過，我的大部分的工作室都於亞洲，那中國客戶是最多的，所以當時候中國市場停的時候，showroom那個地方基本上外銷的這個需求已經也是停擺。所以那時候剛好有一個陰陽際會之下找到了這一間營銷公司，它也是做 marketing 的，但它是 marketing 是做餐飲，然後旅遊業，然後以及飯店業，對，它是幫高端的一些luxury resort 去做一些推銷。那當時有找到我，就說我也可以試試看。那在疫情期間呢，我就是除了做這個以外，我最近越來越做越有覺得說，那我也試試做做看自己的個人的，因為我覺得吃一吃比較有興趣，因為有時候我們會去試吃嘛，因為餐廳開幕以後，我們公司人就大家會去試吃，吃一吃，我覺得說
很好吃耶，很想分享给大家，所以我自己就开了我自己的 blogger 这样子一个部落格社交媒体，然后去分享一下意大利的一些新的餐厅啊，或是一些我吃过哪些很好吃的地方啊，或是意大利比如说像他们哪些饭店开了，我觉得还不错，去那里度假看看，是怎么样的，原来是一个秘境，可能一般台湾人不会去度假的秘境啊这样子，所以就越来越做越有心得，然后就发现好像大家也蛮喜欢看的，所以就一直鼓励我继续做下去，对。可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有关于饮食这部分，其实有些是蛮主观的东西。譬如说你是个亚洲人，从小吃惯亚洲的一个饮食之后，那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譬如说他们希望你给予的一些饮食的建议的话，你会不会担心说，其实你的建议其实会偏向于亚洲，还是说其实你就是代表亚洲呢？应该是说，我的建议是一个不能说非常客观的建议，是我个人的主观建议。那比如说餐厅请我去试吃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带一位意大利朋友，那我可以就知道说，意大利人的当地口味大概就如何，那我自己的依据亚洲人的口味大概是如何，所以给出一个比较客观性的建议。那比如说举例来说，其实sushi寿司在米兰是一个非常风流的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的去疯这个文化，你可以看到。米兰的寿司店几乎跟 7-Eleven 一样，非常的多，因为米兰人觉得吃寿司是一个 moda， 一个 fashion， 非常的这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事情。可是他们的寿司是日本的那种传统寿司，并不是，因为他们其实加了很多，有点像是下夏威夷的寿司，就是他们加了很多酱啊，或是 avocado 啊，就是很多这种其他的酪梨啊，把这些东西加进去啊，还有很多各种的酱，所以它并非是一个传统的日式寿司，而是一个改良式的。然后比较味道比较重一点。那有一间餐厅，他也想做日式的，但他做的米，他用的是意大利米。那要知道，意大利米是比较硬的，它没有办法煮出像日本那种 Q 弹的那种米。所以当时我去试吃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的料跟它的米是分开的，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因为他那一家就想要去主打一个所有都是 tutto in Italia。就是全部都是意大利的食材，每一个东西你吃到都是意大利的食材，它是个支持一个小农的一个餐厅，所以其实它的理念是非常好的。那只是当时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把它叫成寿司的话，一般的亚洲人他会去期待是一个能够与米饭一起融合的一个食物嘛，你再怎么样，你不能就是吃起来好像分开，所以我就建议说，那你要不要改成类似像米饼？你可以用一个意大利米做的像米饼的概念，然后上面做你要的，就是它已经算是有点像是咸式糕点类的这个概念，而不是寿司。那他们也听了我的建议，也觉得说，也确实，他们当时候做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只想到外观性，并没有想说吃起来并不融合这件事。对，但是一直有人就非常喜欢啊，所以你也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讲，我发现那寿司可能体会就跟亚洲人会不大相同。有的人因为讲东西上面特别的东西如何，但是都有讲到，给咖点们其实一个小农的理念。使用完全在地的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你明明在寿司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它应该要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做出来很慢的。可是你头都有讲到讲，其实还有人有做嗰個社交媒体那部分，它一部分有影響到人家公眾，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譬如说工作上的好处啊，或者说你自己本身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情？有，就比如说在工作上的好处呢，应该就是说。到最后是有很多可以免费的美食一直吃嘛，吃到有点职业伤害，就是变胖。但是比如说在疫情结束之后，很多店家就开始开放了嘛，因为那个时候疫情期间都是做外卖，然后所以开放以后就想新店开幕，就是请我去试吃。我还记得连续快要2个月，每一天都有收到邀约，吃到最后我都找不到朋友陪我去吃，每个人都说我今天不行，我今天已经不行，我已经上个礼拜陪你吃3次了，没办法再吃了。对。但是也有好处，就是你可以遇到更多的人，认识更多的，就是听到更多的故事。因为每一个店家他们背后都会有一个故事嘛，他为什么要做寿司？对，然后为什么他，比如说像有个拉面我之前也有吃过一家拉面店，它其实它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对于拉面已经有既定的印象，所以他当时推出拉面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找到一家可以符合就是像台湾吃到那样子的拉面一样，汤很浓，非常好喝。那当时我的意大利朋友就觉得说，天哪，这个跟酱一样，根本喝不下去，所以我才知道说，对于意大利来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汤是稠成像那种酱的状态，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酱就是酱，汤就是汤，这是分开的，没有一起的这种概念。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店家讲说，那你要不要建议，就是你的汤的浓度是可以选择的，每一个人有他的权利选择，我要特浓，我要浓，我要怎么样。那所以他们后来也有做这样的稍微调整。那大部分的意大利还是选择比较轻的这个部分，对。我觉得饮食文化的部分哦，其实对意大利来讲，我其实嘛有东西方无强烈的想法。休息一下哦，下一节节目我哋嘛有嗰度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上个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女仆，但是今日喺意大利嘅图片戲，來到我哋現場同人講，伊幾時節喺意大利工作嘅情形。我想請問一下吼，因為其實我哋今日幾多年去意大利嘛，尤其係街坊以後，其實幾多年我比去意大利，咁係咪同人稍微介一下講，米蘭有哪一些我們說歡迎大家去的一個景點？米蘭最長的、最知名的景點當然就是多摩大教堂、米蘭大教堂，然後還有最後的晚餐，還有埃曼紐二世走廊，這一定是必去的。那當然，如果喜歡逛街的，可以去 Monte Napoleone，那邊是一個逛街地哦，所有的精品都在那邊。那除此之外呢，其實我自己私人有介紹，想要介紹2個私房景點，那是比較少知道的。San Bernardino a Leusa 就是一個人骨教堂，那它其實在米蘭的教堂附近，所以大家看完米蘭大教堂，可以其實去這個小教堂參觀一下。它的外觀不怎麼樣，因為它的內容呢非常的特別。你進去教堂以後往右轉，它有一個小堂，那個小堂裡面全部都是堆了滿滿的人骨，幾乎是從大概你腰的部分一直堆到天花板。那它其實是會讓你一個很震撼的感覺，因為它的天花板，它的拱頂跟天花板的那個地方還是一個非常華麗的一個畫，好那個壁畫嘛，因為你知道意大利大教堂都是有這些畫的，但是所以跟這個人骨是一個顯示一個非常鮮明的一個對比。那據說這些人骨呢是在一個聖戰中打仗是殉道的這一些殉道者。過世的一些殉道者，那所以他們就把他們的骨頭全部放在這個教堂裡面，就為了紀念他們。所以你進去的時候，你會有一個這種非常強烈的震撼感，對，你會覺得說啊，生跟死就是在那個教堂裡面完全是一個呈現出來。所以我覺得很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就在米蘭大教堂的旁邊，你看完了那個我們一般的景點米蘭大教堂之後，真的可以繞過去看看啊！哈，係一個特別的一個人骨的一個教堂。那第二個呢？第二個是非常的特別啊，它是一個教堂叫做 Sant'Eustogio。那 Sant'Eustogio 它其實是一個蠻有名的教堂，但我要介紹不是它教堂本身，而是它東邊的一個小堂。它有個小小，因為教堂在意大利裡面都是有很多個小堂組成的，然後有個主堂嘛。那這個東邊的小教堂呢，叫做 Cappella Portinari。之所以它很特別，是因為它是一個我們可以稱為它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小堂，它是一個代表作。為什麼呢？因為在倫巴第大區，能夠留下來這麼完整規模性的這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是很少，那它是一個非常具代表的。你可以在它的堂中間看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一個雕像，那其實不是完全是雕像，它算是個方舟，它上面是講述了8個聖人的故事。那8個聖人的下面的那8根柱子，每一根柱子都代表一個美德，所以它的雕刻是非常的細緻。那其實最主要看的就是那一個，然後還有拱頂，它的拱頂是一個彩色拱頂，它的顏色是用漸層性的方式去看，所以其實它在它的以藝術的觀點來看，
它这个教堂是非常有很高的价值区，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对艺术有兴趣的，尤其是喜欢这个 Rinascimento， 就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朋友，非常值得去推荐去看这个教堂。除了我们看，比如说一般的观光的区域之外，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意大利也算是个美食之都嘛。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特别讲米兰，哈，因为其实你待的地方在米兰嘛，那米兰有没有一些传统的小吃，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有，米兰最传统、最一定是必吃的哦，大家去米兰一定要吃的是，第一个是米兰炖饭 （risotto alle milanese），它就是用番红花做的，所以它是黄色的，就是跟一般的炖饭不一样，一般炖饭是白色的嘛，或是有其他的加什么酱之类的。那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用奶油炒过以后，然后所以它的米心还是硬硬。大部分的意大利炖饭都是这样子，米心它是硬的，那外面是很 Q 的。那它加了番红花之后，呈现这个黄色以外，它其实最主要、最传统的是说用牛骨高汤，因为炖饭他们是这样子，你每炒完之后，你要一直加高汤，然后再搅拌，加高汤搅拌。那它是加了牛骨高汤，所以它除了有番红花的香味以外，它还有牛骨的整个香。那通常在意大利很多的米兰餐厅，它会两个一起卖，意思就是它会把牛膝，就是 ossobuco， 然后跟米兰炖饭放在一起，然后卖给大家吃，然后变成是一道菜这样子。他们觉得说吃起来感觉更有一个风味的价值。你吃完了顿饭，你再吃一口 ossobuco， 觉得哇，整个滋味都在口里面，非常的满足。对，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米兰炸牛排。Cotoletta alla milanese， 那炸牛排它其实就是牛小排，那跟我们台湾一样，我们台湾有炸鸡排啊，有日式炸猪排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自台湾的朋友，这种的炸牛排的料理非常的，你会觉得哇，好有家乡味，很有亲切感。然后他们炸牛排是会把牛肉拍得非常的薄，大概1公分左右，所以它就变得是很大很大，然后去炸下去，所以它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大象的耳朵，因为它已经大到像大象的耳朵一样，所以如果你在餐厅有看到，它的翻译是写大象的耳朵的话，你就知道那就是米兰炸牛排。那它也是用椒盐酱吗？不是，他们就是用蛋液跟面包粉，就是裹了以后，然后去炸。对对对。那除此之外，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在欧美，我们常常会讲说，去欧美一定要有些事情要注意啊，譬如说要注意小偷啦，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假如说我们的观众朋友要去意大利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第一就是当然注意小偷，那第二就是包包绝对不要离身，不要用包包占位置，这个是在台湾很常见的嘛。但是呢，你如果用包包占位置的话，你回来你会发现位置可能还在，包包是绝对不在，绝对会不见，所以这个一定要很注意。然后再来就是不要把行程排得太紧，因为在意大利其实误点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常常火车误点啊，或是跟人家约可能会迟到，就是其实在意大利迟到15分钟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你如果把行程排太紧的话，可能前面有迟到的部分，你跟人家约了怎么样，然后就拖延到的话，你后面行程会很赶。然后再来就是有个单字，我希望大家一定我觉得是必备啦，除了 buongiorno、buonasera、ciao 以外，这个叫做 sciopero。什么是 sciopero？sciopero 就是罢工。如果你在电视机看到，你在意大利旅游，你就看电视机跑马灯写啊，明天有 sciopero， 我想说 sciopero 是什么呢？就是罢工，而且是全国性的，常常会有全国性的那种罢工。那全国性的罢工就是怎么样？没有火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能有人说连飞机都罢工。所以当你看到那个字的时候，你要非常的警觉，你要特别赶快去打电话问一下说，我这个罢工，我这一班火车是不是会延误到，会怎么样？所以就像刚刚讲，如果你行程排很满的时候，遇到 sciopero， 你可能后面行程都全部泡汤了。一般来说，米兰它会从早上的8点45开始，一直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是罢工。为什么呢？因为8点45以前大家要上班嘛，所以他还是会让大家先去上班，以后我再罢工。那为什么到下午3点？因为3点呢，小孩放学了，那我会让父母来接小孩，接完小孩后我怎么样？我到6点我继续罢工，所以变成是说你6点下班的人，你可能会回不了家。所以当那个时候以前遇到下班的时候，我们都会那一天不是线上办公，要不然就是大家会提早下班。对，但是对于人吹撩耶，譬如说我们去旅游的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真的是会避开一般的上班的尖峰期，我们反而会是在
罢工的时候出去玩，对，因为我们不会去跟人家挤交通工具嘛，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啊，不是，可能就是你们上班完之后，我们才开始背包背了从饭店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刚好是他们罢工的时候，其实那个刚工的归很好奇的，就讲，譬如讲，其实我们讲亚洲人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要求说你要守时。好，你要准时。刚尤其迄像我们亚洲人、东亚人、意大利的时间，拄到譬如讲，我迟到15分钟以内，迄可以结束的，同时又会拄到罢工这件事情，啊，你其实迄个时间，你都不会觉得说很不适应吗？因为整个时间上就会跟我们的习惯上是不同的。我觉得看场合，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跟朋友约会的时候，有好几次我已经就会生气到，可是后来发现这是他们的习惯嘛。那你说上班的话，还是尽量准时会比较好，但是没有到像台湾这么严格，对。然后下班的话，其实但是大家蛮准时的下班，约会的话，像比如像我跟朋友出去，我已经知道说他每次跟我说他快到了，意思就是他才在家里刚出门。所以比如说我们约7点半，我就跟他说我们约7点哦，所以我7点半到的时候，他刚刚好到。对，所以你大概久而你也会习惯，对。然后其实迟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关系，比如说我跟你早到了，我们可能3、4个朋友还没来，我们两个就先聊天，其实大家也不会到最后也不会去在乎说哦一定要等到大家都到了我们才要开始这个聚会。其实我跟你已经开始可以聊天了，我们可以喝一杯，然后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当下。现在我不在乎那3、4个朋友，他们之后再加进来，那这之后的事。现在就是我跟你，那我们两个就是可以聊一下。对，谈后了对于讲，其实意大利人他不会拘束在某一个条规里面，譬如说时间，而是说今天我们就是来聚会的。有些人晚一点到，我们两个就继续维持这个聚会本来的意义嘛，就是聊天啊。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你这样子在意大利那么久，你对意大利的感觉是什么？又爱又恨。我很爱是因为如果不爱的话，不会继续留在这边。对，我很爱，当然就是说，非常欣赏他们，就像我刚刚讲的，对于古迹的文物，对于艺术，然后还有对于整个人生的生活态度啊，这是我觉得，台湾所缺少一个慢活的心态，然后一个真的享受你生活中的细品，你生活中的每一刻，然后去真的是好像你有活在，不是只有说我今天假日。8个小时，我做这些事情，而是你的每一刻，你这8个小时所做的每一个事情，你都是在认真的去过这个8个小时。对，那这是我非常喜欢意大利的一个地方。那他的生活也是很惬意。那惬意的同时，他也会给你带你很多的惊喜嘛。就比如说你出门发现罢工，好吧，一开始你会很气，可是到现在我会觉得好吧，没关系。那罢工我们今天去不了，那我们做什么？今天我们去晃晃吧，晃一晃，看到了这个咖啡厅，看到了这个新开的店，或是看到了这个新的餐厅，那我就进去坐坐吧。永远都要用一个很 open 的一个心态去面对明天的挑战，就每一天都会给你不同的惊喜。那它可能是好的惊喜，有可能是坏的惊喜，但你永远都要用一个就是很正向的 positive 的心去面对，对。可是我看前面的分析也分析，还有你会发现到讲，其实意大利人不单止讲伊哋其实对人生的态度同我们台湾人无多相同，同时伊哋嘛真是不会享受伊哋生活地步嘅每一的时间。今天非常谢谢平西来到我们现场跟我分享那么多意大利米兰的故事。谢谢主持人，多謝大家 ，Grazie a tutti， ciao presto。休息下我到聽下咧線上來看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